各位修女、老師、同學早晨，我係6A 班黃心穎，我係2A 班嘅蔡卓如，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請各位同學起立，我哋而家一齊祈禱。下學期已經開始2個星期，讓我們在新學期的開始，將所有同學交託給天主，祈求天主的陪伴和帶領，使我們能珍惜每天的學習的機會。請同學打開祈禱手冊第11頁，為同學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主，我們今天為自己祈禱，求你降福我們每一位同學，使我們能互相接納，衷誠合作，不要因自私不合作而分歧，不要因大家不守規矩而致秩序混亂。求你幫助我們能以愛心互相擔待，阿們。瑪利亞，我們的在右，請為我們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各位同學請坐，今日有2段影片，請同學細心欣賞。大家好，我係4A 班嘅陳千柔。大家好，我係4A 班嘅蘭子欣。子欣，我有題數學題想考下你啊，就係點解我哋平時數數目係1、2、3、4、5、6、7、8、9到10就進位，但係計時間嘅時候就要數到60秒，咁奇怪嘅？點解1分鐘唔係100秒而係60秒啊？呢個係古人嘅數學智慧嚟㗎，因為60呢個數字好容易除得準，分1半、分3份、分4份都冇問題㗎。不過你有冇諗過，雖然我哋定咗60秒係1分鐘，但係到底第1秒嘅長度係點樣定義出嚟嘅呢？係咪跟住地球自轉一圈，然後慢慢分出嚟㗎？以前係，但係我哋而家有更精準嘅數學定義啦。現代人係點樣定義1秒？我哋一齊睇片揾答案啦。最早嘅時候，人類係靠睇天象嚟計時間。太陽由東邊升起，西邊落山，晝夜交替就係1日。而月亮由新月變做滿月，再變返做新月，大概就係1個月。乜佢哋唔使上堂咩？嗰時嘅社會活動未咁複雜，簡單咁樣劃分晝夜就已經足夠。直至人類嘅活動越嚟越精密，時間先至開始細分。古埃及人將1日分做24個鐘，後嚟人類又加入分鐘同埋秒呢一啲更細嘅時間單位。講到呢一啲單位點嚟，就要提一提古巴比倫人啦。佢哋特別中意用60呢個數，因為60可以被好多數整除，例如呢一啲，對運算非常方便。於是佢哋就發展出60進制。受到呢一種數學觀念嘅影響，天文學家就將1個鐘分做60分鐘，然後再將每分鐘細分做60秒，咁樣計返1日就有86400秒啦。所以1秒最早嘅定義其實就係1日嘅86400分之一。以前一直都用天文觀測嚟判定時間，但係地球軌道係橢圓形嘅，自轉軸心又擺下，搞到自轉速度唔平均，時快時慢，用變動嘅天文現象嚟計秒，咪唔夠穩定咯。冇錯，所以我哋依家喺科學測量上用嘅1秒，已經唔係靠天文觀測嚟定義㗎啦。科學家發現一隻震動得又快又穩定嘅原子，佢叫做銫133。喺特定嘅條件下，銫133會發出非常穩定嘅微波輻射，就好似一個唔會時快時慢嘅拍子機咁樣。所以喺1967年，國際度量衡大會就將1秒重新定義做銫133原子震夠大概91億次嘅時間長度，而我哋叫呢一種時間做國際原子時。香港天文台依家用緊嘅銫原子鐘就係用緊呢個原理作為時間系統嘅基準啦。
哇！頭先段片話1秒要有91億幾千萬次震動，咁我諗我數到下個世紀都未數完啊！唔使驚，呢啲咁複雜嘅數交俾最準嘅原子鐘計就得㗎啦。但係點解我哋唔用地球自轉嚟去計時間啊？用埋呢啲咁細嘅原子啊？呢個就係數學同科學嘅嚴謹之處啦。因為地球其實好難捉摸嘅，佢有時轉得好快，有時轉得好慢。如果用地球計嘅話，咁我哋每一日嘅1秒都唔同啦。我明啦，所以科學家就揾咗超級節拍器，亦即係色原子。冇錯，你可以想象呢粒原子入面有一個好快嘅心臟，佢每一秒都跳動好多次，但係次數佢永遠都唔會變。我哋用呢個固定嘅數字嚟定義1秒，咁全世界嘅鐘都唔會有誤差啦。既然1秒咁珍貴，咁我唔再浪費時間啦，我去溫數學先啦。好，咁我哋下次再講多啲關於數學嘅知識啦。拜拜拜。我中了应该是6年。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因为我到香港的时候，我看到人他们的脸跟我的脸不一样，他们讲也不一样，所以我一点不安定，就是那个矫正已经从那边开始了。我面对这个困难就是有人陪伴我。如果是我个人，我觉得我不应该成功，所以有人陪伴我，特别是我在台北的时候，院长费神父跟升学学生们，他们都鼓励我，因为大部分他们是传教士，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说放心，你要有耐心。我最感谢天主是那个包思过的精神，因为我到这边的时候，虽然不是我本来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我在一个团体，他们接受我。虽然我那时候还不属于这个会神，但是好像我已经属于了，所以这个我非常感谢天主那个 family spirit。多謝各位觀賞，主佑大家。